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夢啊。咁今次見到呢個畫面咧，其實係講有聲文畫，唔係，有聲簡報 EP1。係咪講一下點解要拍呢啲咁無聊嘅片先啦？大概內容基本上都係講嗱，話明無聊，基本上都係無聊拍嘅。嗱，首先問一個問題，即係大家起碼有玩過 Minecraft、LL 等嗰啲遊戲啊，但係都有可能有咁嘅錯誤嘅喎，例如唔小心鏟咗 game 或者地圖，即係 Minecraft 嘅地圖啦。當然我係其中之一。好啦，無聊咁樣結束啦。如果大家中意睇我依啲無聊嘅片，大家都可以睇一睇。如果大家有啲問題喺下一集會出現大家嘅問題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fans。